欢迎收看14个月宝宝的一天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早饭还没好，看会儿书。吃完早饭，自己玩动物贴子，再玩一会儿滑滑梯。你戴的帽子，拿过来，真棒呀，仔仔，给妈妈。该溜子的快乐有谁懂？5岁醒来，小起吹喇叭，第一次吹响，好开心。还得是我妈最懂我，就喜欢这瓶瓶罐罐。吃饭了，今天晚饭是手指玉米、南瓜牛角包，还有胡萝卜炒菜花。吃完饭搬来题目，让我妈陪玩。玩完了，把题目收起。